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漫畫《齒王》。《齒王》漫畫由已故漫畫家鄭問所作。顧名思義，書名《齒王》意指秦始皇。本書以嬴政為主角，其中抽取咗嬴政時期嘅兩個故事，一個係韓非，另一個係李牧。如果要從零認識嬴政時期呢，可以先睇齒王嘅歷史附錄，再睇本文。因為齒王漫畫只抽嬴政時期兩個故事，換個角度睇，可以當齒王輔助加深認識嬴政本人，或透過第三者證問對秦或者係嬴政嘅睇法。先講韓非篇。嬴政本身管理模式長處係廣納人才，而且識英雄重英雄。從漫畫幾件事得知，嬴政待韓非上賓款待：一、10萬鐵蹄迎接韓非；二、從畫面可見，婢女招待，美食豐滿；三、最重要係嬴政同韓非思想一樣，所以佢哋一拍即合，一見如故。可惜韓非猶如現實職場，被人妒忌才華而招殺身之禍。李斯喺嬴政不知情下暗殺咗韓非。李斯殺死同窗，因為擔心地位不保。最後李斯得償所願，殺死同窗韓非，保住地位。可惜嬴政深知李斯小人心態，但佢忍，知道李斯仍有利用價值。而李斯知道自己賴嘢，唔敢再冒犯嬴政。而嬴政滅了韓國後，為咗報答韓非，即使韓國被滅，都善待韓國人。李牧同韓非故事差唔多，有才華嘅人都係被小人所害致死。應該話從古至今，小人得戚戚。職場上有好多有才華嘅人就係被小人趕走，啲老闆眼睛被小人蒙蔽，出手倒自己米，親小人遠賢臣，劣幣驅良幣。李牧保家衛國，秦國10萬雄師都唔係李牧對手，於是嬴政用計離間李牧與趙國。一、嬴政覲見李牧；二、收買賣國求榮嘅郭開；三、王翦與李牧書信互通，製造與敵人互報嘅假象。趙王聽小人，唔信真正出賣國家嘅郭開嘅說話，話李牧出賣國家，但真正出賣國家嘅係郭開。最後趙國逼死李牧，李牧死後天災連連。嬴政得知李牧死後，立馬起兵大舉進攻趙國。天災人禍下嘅趙國，最後得到滅亡嘅下場。漫畫加段小插曲：嬴政小時以人質身份居於趙國，住喺貧窮地方。媽媽做舞妓，被鄰居歧視甚至欺負，所以嬴政返到小時居住地方，唔係回味，係要滅絕回憶，所以將欺負過佢嘅人都趕盡殺絕。鄭問創作《齒王》之前，都曾經畫過嬴政，包括《刺客列傳》及《東周英雄傳》。選購《齒王》漫畫原因有二：一
係鄭敏啦，二係我中意歷史，中學時期睇劇集《秦始皇》啊，《楚漢風雲》及《尋秦記》小說而認識秦。咁今次分享到呢度為止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鄭敏嘅其他作品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